快！来！赶紧的！这是要碰了。碰！都认识我吗？可以啊，挺气派的啊。麻将都是用琥珀的。大人是假的。我是假的？不，大人，琥珀是假的，只是瞧着像。谁送的？内裤，他给咱们8大处各送了一副。大人，咱平时有公务的时候呀，那是绝对不玩。只是近来确实无事，请大人恕罪。外边那些鱼呢？谁送的？什么鱼啊？云梦鱼，就800里加急那个。这小人倒是不太清楚。这是谁管事？这也不知道？哦，怀大人，几位主管都请了假，一个都没来。也是近来无事。怎会无事？一处每日案卷文书，该审阅归档的可都不少。谁来操办？处理的主簿，这些杂事都交由他办理。这人在哪儿？就在侧院，小的这就去叫。不用，我自己去找他。你们呀，接着玩，玩得开心一点。哦，对了，玩差不多了，趁早把外头那些鱼给放了。放久了，鱼就不新鲜了。别动，还真打算接着玩啊？这怎么办呀？这不知道。有人吗？启田兄，老邓。监察院主簿邓子越见过大人。你认识？就是。邓子越，正是属下，你认识我？从未见过。那怎么就跪了？回大人话，如今监察院谁人不知王启年王大人常伴您左右。再说了，您这卓尔不群的气质，剑眉星目的样貌，不怒自威的神态，我若再猜不出来，我是不是瞎呀？小云公子，行了，老邓啊，大人现在暂领一处诸般事宜了。当真？当真。天哪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是不是？小范大人如果能来一处，那您做这一处的话，那一处这就从此以后就有主心骨了。我真是感觉，如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。行了，全是套话，随你是吧？就是。邓子越，站着说话。老邓，起来。那谢过小范大人跟其他大人呢不一样啊。我问你啊，外面那些云梦鱼是谁送的？啊？别告诉我你也不知道。说。回大人，是检书司和兵部联名送的。一筐鱼还能牵扯到兵部？不是兵部，别人也没本事用800里加急把新鲜的云梦鱼送入京都。那检书司呢？
此类鲜鱼都是先送往检书司，再由检书司按品序分类，再依次送往皇宫内院和6部各大臣府上。当然，检书司和兵部会留出一份，联名送往一处。都吃了。此鱼异常珍贵，故此有人吃了，有人回大人话，其实不光是检书司，其他6部都有礼相送。人缘这么好，你看，一处嘛，咱们一处本来职责就是监察京都百官，自然谁也不愿得罪一处。有了好处，当然也就不会忘了一处。这种好处你们也敢收？不是，他监察的收被监察的好处，何其荒唐！小公子，息怒，息怒。要说他们，那不收也不行啊，所以这荒唐也算是合情理吧。怎么叫不收也不行？您看，做官嘛，大家都住在京都这片儿，3位大人也都应该清楚，京都百官之间关系本就错综复杂，有如蛛网密布。大的都不用说了，哪怕是衣食住行、吃穿用度这样的小事情，你也绕不开这关系啊。如果不收这礼的话，那就算不肯同流，往后恐怕办任何事情都是举步维艰呐。邓主簿这为官的道理，倒是想得很清楚。一处案卷繁多，这些最近都是你在负责。一直都是。行，一处这边，你多费心。啊，范大人，我只是个主簿，上面还有好多主管呢。已经没了。哎，从今日起，王启年、邓子越协助本提司处理一处大小诸事。大人，那剩余的几位主管，今日不在的，往后就不必在了。回头我跟院里说一声，送到别处做事。快点！你们给我看好了，我范闲，监察院提司代理一处，我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。严冰云，北齐回来的，心有多狠，手有多黑，可想而知吧。换句话说，那是要脸的人吗？你们看这眼神，杀气腾腾。他站在这儿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和我生死与共的意思。这样的狠人，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？你们懂吗？我们都懂。我再重复一遍啊，从今日起，一处之前主办全部作废。王启年、邓子越就是我的左膀右臂。在座诸位，我话讲完，谁赞同谁反对？王主管，邓主管，哎，客气了啊！那个以后大家互相咱们多帮衬啊。哎，大方点儿，大家叫你呢。多帮衬，多帮衬。邓某以后一定尽力尽心办差。我再多问一句啊，各位可还记得当初入监察院所发之誓？第一句是什么？一切为了信我。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一切为了生活。当初发的誓都忘了。一处是做什么的？监察院是做什么的？求吏治清明，保百姓安宁。你们当初的初衷都他妈喂了狗了！我不管你们以前怎么过的，从今天起，不许再这么过。所有的礼不许收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收礼在京都会很难，是吧？人活着
哪有不能的？你们出去上街上看看，看看那些百姓，他们都没说难，你们有脸吗？不过诸位放心，我这个人呢，其实还是好说话的。各位要小心，做了错事儿，千万别落在小严的手里，那才是真的惨。我管不着你们一处啊。都是检察院，一切为了庆国。行了，话我也说完了，该办差了。邓子岳，大人，属下应该办什么差呀？刚门口那鱼我也看了，我觉着不新鲜。鱼不新鲜，送来的鱼不新鲜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检书司看不起我们一处，这谁忍得了？邓子岳，属下在。带人把检书司给我封了。大人，恳请大人知道，检书司的戴公公那可是淑贵妃面前的红人呐。我知道，老二他娘嘛，喜欢读书，我见过。那大人是不是再斟酌斟酌？怕什么？听我的，该封就封。就算要封的话，以何罪名啊？一处这么多案卷，检书司就一点过错没有？那要这么说的话，自然是有。那还等什么？带人去封。大人，我本来就是初来乍到，根本就难以服众，而且我这个职位我压不住检书司啊。那要不辛苦小严公子带队一趟？一处差事与我何干？都是检察院为国效命。那就有劳小严大人了。我带队去封检书司，那你干嘛去啊？请人啊，戏台都搭好了，总得有个看戏的吧？请谁啊？大罗金仙。范闲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别摔着。哟，快剑也回来了。我就说这个人太冷漠，没礼貌。自然是比不过殿下。我也得说说你，来京都这么久了，头回到我这儿。是，确实是我不对。这不，亲自登门，赔礼道歉。这是什么呀？云梦鱼听说过吗？云梦鱼，那可是透骨仙。咱们先喝上2杯，我让人呐蒸上这云梦鱼呢。全程炒变了，美语。心领了，千里送同水，礼重情更重，是吗？送你了。哪位主管来的？都没来。领队的说是姓邓，是个主簿。切！起来吧。哎，用的什么罪名啊？就是克扣些菜钱之类的。这算什么罪名啊？来打秋风的吧。要不您能出宫瞧一眼？一个主簿，他也配？你别看监察院在京城里权势滔天的，他这权势谁给的呀？咱们宫里给的。您不去，那边就还封着，这可怎么应对呀？爱封多久封多久。回头啊，跟御膳房说，今天宫里的菜蔬少了一些，尤其是几位贵人爱吃的青菜，没有了。这怎么成啊？上边要是问起来呀，就说一处威风，断了宫里的贡菜，我们检书司官小职微，无力抗争。那地下那边也减菜粮了？你来宫里多少年了？
这种话你也犯得出口？属下知罪。禀戴公公，又什么事儿啊？范闲范大人已经赶去检书司了。你上前说话。范闲范大人已经赶到检书司了。怎么把范闲也惹着了？戴公公做事自有分寸，你下去吧。公公应该去。混账！戴公公做事由你来管吗？等，我为什么应该去啊？回公公，赶去检书司的除了范闲，还有二殿下。你说谁？二殿下。公公莫急，我多问了几句。二殿下虽然到了，却只是旁观，并未有怒容，应该不是大事。那就好。咱们检书司依靠的本就是淑妃娘娘，既然二殿下也到了，公公还是露一面的好，绝不能让殿下觉得怠慢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得去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回公公，小的红烛，刚入宫的。在宫里有几年了。行，有个伶俐劲儿。你们都学着点儿。是。你跟我一起去。回公公，小人就不去了。大胆！戴公公的话也敢不听？你一边待着去。为何抗命？宫里得有人守着，检书司那边若出差错，也好应对。怎么应对？自然是寻淑妃娘娘求情。你留下。公公放心，你们都别跟着我。是。哎，小红公公，我有个事情想让您帮我拿拿主意。诸位前辈都在，我也不敢拿主意。您尽管说就是。御膳房那边还要减菜量吗？戴公公人已经赶过去了，或许就有转机。这时候，咱们这些下面做事的，少一份麻烦，便多一条活路。小红公公说的是，都别乱来，咱就一个字儿，等。对，知道了。老邓，去看眼人来了没？是。王先生，稍等。咱不敢耽误啊，这里边都等着呢。是，干什么？稍等一下。你看，我早听说啊，王先生这个人智勇双全，可惜我无缘相见。干什么你？我这都明白了。
行，进去吧。哎，等一等，还有一件事，二殿下怎么也来了？这还有件事儿啊。二殿下在，这事儿也就好办了，对吧？毕竟咱们都是在京都为官嘛，做什么事情还是得守规矩的。明白。哦，小范大人吩咐我出来看看，人来了没有？来了。哎，见着有份儿啊！大家赚钱，大家花。啊，老奴拜见殿下。起来吧。谢殿下。听说你这里有云梦鱼，是，来买2条。殿下开玩笑，回头让人给殿下送府上去。你这办的是官差，可不能不收钱。身为一个皇子，不能假公济私，这道理能明白吧？是，这老奴糊涂了。必安，给银子。不用。我请殿下吃鱼。哎，银子我出。不是这入账。回头我就入账。别回头了，这不有纸有笔吗？现在就记。哎，好。你别记这本上，记这本上。戴公公认不认识老金头啊？谁？老金头，一个卖菜的，欠了不少账。哎呦，这好像是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了。这老金头如果跟大人有关系，他所欠的账我可以一笔勾销。不用，已经没事了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哟，戴公公这字儿不错呀。不敢。哦，跟这账册之前记的是一模一样。这么说来，戴公公都是亲自写啊。身负皇恩，不敢怠慢。那这账册将来要是查出什么问题，都得问你啊。啊，这个检书司呢，是为宫里办一些杂事儿，账有些细碎。如果大人看不明白的话，我跟您解释。细碎？不是细碎，是大局。检书司就是买点菜，哪有什么大局啊？戴公公，国家兴亡，你们这些太监是不是有责？是吧？咱们庆国刚跟北齐大战一场，也是边军威武，大获全胜。检书司该不该表示？啊，这边军的粮草不归检书司管。大局，往大了想。什么意思呢？检书司是不是庆国的一部分？是。那大战获胜是不是与有荣焉？有。与北齐一战花了不少银子，对吧？对。这大战平定，朝中缺钱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。那咱们庆国人该不该共度难关？该。检书司该不该负责？该。啊？该负什么责呢？国库空虚，到处缺的就是银子。检书司不想着为国解忧，反而变着法子贪钱，这合适吗？不，绝无此事。老奴为人最为老实，平时见着钱我都难受。大人一定是误会了。老实？
我们监察院听说过吧？朱雷官儿，我们办案的手段，想必你也知晓一二。谭梅谭天自己知道啊，这账册查下去是。范大人，可不可以到后边说话？没事，都自己人。自己人。关于账目的事儿，这里还有一些补充，如果您不明白，可以回去自己看。1000、2000、3000两。哎呀，3000两，还行吧。那话说回来，咱们简书司每天买菜也不容易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大家都是同朝为官，我做人也不能太跋扈，与人为善嘛。是。小范大人真是深谙为官之道。那说起来，简书司问题不大，是我唐突了。不是，应该的，茶也是应该的。误会解释清楚就好。老赵，撤了吧。撤。没热闹饭了啊，咱各回各家吧。殿下那鱼你可别忘了啊！我一定给殿下送到府上去。殿下，要不要找人送你回府啊？不用，回头去。好嘞，一定得去啊！等你消息。这是欠你半年的水果钱。哎，谢谢您还记得，应该的，应该还，应该还啊！今天水果新鲜，再拿点。好，你挑挑。看这个红线啊，你挑。哎，这个红线，哎，就这些吧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受贿啊！这件事儿，我一定会参与。你一个可不够，多找几个一块蹭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哎，这里来一个，不吃。这，这弹劾这件事儿，归哪个部门管？除了监察院，就是督察院啊。督察院，御史言官，怎么样？关系好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多找几个人一块参我。辛苦您啊，把这个消息给我散出去。别人布陷阱，都是对政敌，你的好，给自己挖坑。拜托了，被参倒了没人救你。把这个，还有那账册、存档、记录，都交给陈院长。是。啊，还有这个，如您所料，戴公公给的。都记上。是。那个戴公公根本就不记得老金头，没人记着他。
其实我也没见过几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忘不掉。老王啊，若是没人能站出来，他们这些人一辈子就只能忍着、守着。可是谁能站出来？谁能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？谁能在这说呢？并且。殿下，范闲这是当众受贿一次，确实，他这也不是自个儿把把柄送您手里。殿下若是借此机会发力弹劾，说不定就把他赶下去了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不参一本。他收简书司的钱，为何要叫上我？殿下的意思是，他故意送出把柄，莫非是认输了，有心投效殿下？换成其他人这么做是没错，可范闲嘛，我还真不明白，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猜不透，才有趣儿。陛下，督察院几名御史联名弹劾范闲范大人。什么罪？弹劾范大人营私舞弊、私收贿赂、骄横枉法。把这个交给工部。稍等等，把这折子交给范闲。还要小范大人回话吗？不用，让他看看。遵旨。弹劾。监察院提司范闲当众收取3000两贿赂，是法度于不过，于大庭广众之下收取银票，胆大妄为，无视庆国法度，实为庆国之害。我等与其势不两立，是为国除奸。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我可真是个王八蛋。看完了，辛苦后宫。瞧您说的，这不是我应该的吗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来，送一下后宫。范小爷，恕老奴多嘴，再问一句啊，此事小范大人准备如何应对呀？陛下让问的？没有，我就是好奇。按常理说，应该如何应对啊？言官御史都弹劾了，这事说起来可不是小事儿啊。
无论如何，小范大人，你得上折自辩呐。之后呢，就等陛下圣裁了。那我要是不回应呢？这不符合规矩啊！督察院都弹劾了，您不给个反应，这不是往御史脸上扇嘴巴子吗？不给反应就是扇嘴巴子，那不够吧？哎呦，范大人，我的范少爷，呸！是我老奴多嘴，您可千万别冲动。听说了吗？那个范闲面对弹劾，迟迟不上折自辩呐，岂有此理！真是目中无人呐！置我庆国法度于不顾，将弹劾视若无睹，这厮真是胆大妄为。就是啊，还有不下事。你谁呀？我王启年奉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之命，给你们这督察院呀送幅字儿。什么字儿？送给哪位？但凡你们弹劾范大人的啊，都可以看看。等会儿，等我走远了你再看。谁呀？范闲派来的。看吧。写什么字？什么字儿？这是？哎，快打开看看。督察院御史参范闲，正是。弹劾的就是检书司代公公那3000两银票的事。谁牵的头？好像是自发的。这范闲当众收了银票，御史那边收到消息也合理。3000两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啊。范闲上个自辩折，督察院那帮也不会死追到底。范闲没自辩，他派王启年去了督察院，给参他的御史送了幅字，写的什么？淫淫狂吠，这不是骂咱们吗？这么说，简直太过分了！简直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太疯了！参他！对，参他！一定要参他！参他！一定要参他！指着人当狗骂，这是把人往死里得罪啊！年纪太轻，行事狂悖，督察院这次算是被他得罪狠了。这事儿估计没完。殿下，咱们的人，要不然也跟着参一本，凑这热闹干嘛？落井下石的好机会啊！是不是井还两说，咱们不下场，全当看戏。所有的御史都在弹劾。是，本来就那么几个，现如今督察院同仇敌忾，正憋着一股劲儿参范闲和公公呢。这是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毕竟那3000两是您给出去的。3000两在京城算个屁呀！这芝麻大点的事儿，还骂人家是狗。哎，那不是我骂的。在督察院看来，范闲跟公公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。我一共跟他见过1次面，我怎么就骂上了我？人家说了，知道的就1次，隐藏未报的天知道有几回。听说督察院放话了，早就怀疑您和范闲狼狈为奸，很可能还拜他做了干爹。胡说！我几岁，他几岁，怎么就拜干爹了呢？公公，事到如今就别争年龄大小。我跟你说，范闲真是疯了。督察院那帮将种死都不怕，就怕丢名声。他可倒好，他骂人家是狗。哎呦，他骂人家是狗啊！他
小红公公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公公，事情到了这步，已经跟您没关系了。怎么就跟我没关系呀？他们参的人是我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！哎，这么早出门啊？你不比我早，是为了等你。吃点，早上不能饿着。简书司的事儿现在越闹越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老二和北齐走私的线索断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有人提醒我面对的不是事儿，而是人。嘿嘿，放心，这儿没别人。这跟简书司有什么关系？老二跟北齐走私是为了银子，银子不花就是废铁。你觉得他挣的这些钱能花在哪儿？偷养兵马，还有呢？收买官员，培植嫡系。你借简书司入手，其实查的是贪污受贿。京都之内，我自己能查，但老二的门下不只有京都官员，要查京都之外，我们一处不如你们四处。可以，京都之外，我来查。这就答应帮我了？不是为了你，知道，为了庆国。啊，手下有没有合用的人，借来用用。你掌管四处，还用借人？四处主办是家父，并不是我。有什么区别？我不想监察院也来子承父业那一套。为国效忠，岂能公私不分？小范大人，田公子，老王，老高，嘿嘿，这段时间啊，帮着小袁公子做点事儿。是，听小袁公子吩咐。高达，我记得你隶属虎卫。是，但从今日起，我们这批人就在小范大人麾下行走了。虎卫隶属禁军，只遵皇命。是啊，正要用人的时候，就把高达送来了。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陛下究竟在想什么。天危难测，谁说不是呢？哎，你这就走了？你怎么不走啊？哎，这钱你还没付呢。这也得我来。小袁大人来之前啊，小范大人说了啊，这包子铺啊改包场了。这包场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啊。大概就是这馅儿啊，这面呐，这火呀，这水呀，都算作成本了。哎，老高啊，让兵士们啊把剩下的包子都给包圆了。好，这馅儿呢，我拿回我们家去，晚上给我家爸爸汆个丸子。哎呀，这个馅香啊！哎呀，这肉好啊！老爷，
我听说这几日督察院参犯闲的折子可越来越多了。有这回事儿。都这会儿了，你还不知道急呀？听说督察院的御史如今都天天骂娘了。何止骂娘，连祖宗都带上了。御史不都是读书人吗？读书人也是人，逼急了也跳墙。您这话可有点损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然送点礼？哎呀，没用。督察院御史最要的就是脸面。先不说那幅盈盈狂飞的字，这几日无数弹劾，范闲一道自辩者都没上过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完全不把督察院当人看。哎呀，这蹬鼻子上脸的屈辱，督察院怎么能忍？读书人都这么小心眼儿啊？老爷不在，你也是好好的招惹他们干什么呀？要不然我进宫一趟，皇后那边探探口风，让你找个机会给督察院道个歉。不对，你不是柳姨娘，柳姨娘才不操心我这破事儿。您呢？确实受宠若惊。死折腾。死折没事儿。情况如何？前后看了，北越发现北齐联军调动了。看来他身边就剩这些手下了，准备动手。除了犯死者，一个活口都别留。记住啊，咱们是北齐锦衣卫，与庆国无关。死者离京那会儿，你不挺有条理吗？怎么现在自己任性起来了？这么多弹劾的折子，你好歹上个自辩者，不能听之任之。好了，范闲不是死者，他知道该怎么做啊。怎么这也能数落上死者呀？姨娘说的没错，督察院那边的弹劾确实应该有个回应。怎么回？回头就知道了。哎呦，今儿肉不少啊！是啊，香啊，真不错。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这好吃，真不错，真好吃。是啊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个肉它可不是别人孝敬的啊，这个是咱们监察院医处自己花钱买的，这名正言顺。那给您弄点。不用，大伙好好吃啊，吃饱了好当差。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了不起？不用跪，膝盖硬点。是。几天没来，医处还好吗？托提司大人洪福，一切正常，
都是井然有序。大伙儿私下怎么说我啊？自然是对大人敬仰有加呀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猜猜。刚来一处的第一天，说的冠冕堂皇，结果当天就收了戴公公3000两，说一套做一套，要钱不要脸，是这么说的吧？绝无此事啊！你就吃这个，让大人见笑了。一处今天不是炖肉吗？我就对付一口，手头有许多没做完的事情。听说一处炖肉的钱是从官账上出的，自然。大人训诫之后，谁还敢下手礼呀？那这肉钱是哪儿来的？哎，不是大人说的从账上出的吗？一处的账我看了，这几日有出入，多了50两，所以从中取出一些银子炖个肉。也算是慰劳一下同僚们，这些你都知道吧？我知道。这50两是从哪儿多出来的？处理杂物繁多，不过是区区50两，无伤大雅的事情。那天在检书司，王启年塞给你的银票是多少钱？回大人，50两。你把这钱记在一处官账上。属下本来就欠处理的银钱，所以就还上了。欠账，有凭证吗？这几日我看了你的文档啊，邓子越，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云梦鱼，你是一条也没拿过。大人，属下是不爱吃鱼啊。哦，既不爱吃鱼，也不爱吃肉，是吗？医术今日炖肉，可以说是用的你的钱。你自己在这儿啃这个，怎么着？嫌这钱脏？属下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也不是1次2次了。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可不只是鱼肉，山珍海味，天天翻新，处理的同僚人人有份儿，只有你不要。除此之外，京都各部送来的各种名贵礼物，什么玛瑙、麻将、白玉头子，你是一概不收。邓子越，你很廉洁吗？啊，你了不起呀！但是我就不明白了，既然你这么廉洁，你怎么不上报呢？属下知罪。你别着急跪啊！我是在问你的罪吗？我问你为什么不上报？官场嘛，就是为人，真的没有必要得罪人，是吧？是吗？这是现在的你，曾经的邓子越可不是这样的。当年的邓子越慷慨激昂，院里边有谁欺上瞒下、谋取私利，都被你指着鼻子骂过，甚至包括你的直属上司。惭愧，惭愧了，属下当时愚钝嘛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骂了，改成跪了？回大人，我当时不谙世事，行事张狂，属下现在懂事了。你懂什么了？属下懂得，做官不可特立独行，该当与光同尘的。与光同尘呐，那鱼你就应该拿呀！与光同尘，啊，衣服都穿不起了是吗？邓子越，定州寒门出身，曾在边军养马。当年边军有都尉假造账册，借买马料为名，骗取官银。是你在重重包围中杀出条血路，将罪证送到监察院。院长念你孤勇刚直，特许入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
没想到大人连这都查了。你家境贫寒，年少时也曾立誓，才可以缺，志不能穷。当年在定州，一身鲜血杀进监察院大门，要求伸张国法的样子，还记得吗？回大人话，记得啊，记得。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那时候很蠢呢？之前多补功，一血一雷霆，蠢就蠢了嘛，大人。好一个蠢就蠢！邓子宇，是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？腰也弯了，膝盖也软了。不知当年的你看到现在的邓子月，会不会大哭一场啊？大人，做官嘛，人情世故嘛，大人，是吧？我知道，曾经你有机会可以升任副主办，结果就因为仗义直言，一降再降，最后被贬成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主播。这么多年，所以你服软了？服，早都服了。那你软就软的彻底一点啊，邓子月！不是与光同尘吗？都已经这样，50两银子有什么可值得上报的？送到门口的礼物有什么不能拿的？既然这样，还守那点规矩干什么？你是想给自己留点脸面，还是想别人夸你有气节？我问你话呢！大人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早就没气节了。我邓子月只求一个独善其身嘛。啊，独善其身就好了嘛。那咱俩差不多。说实话，我求的也不过是独善其身罢了。我要是看见看不惯的，我就不太想忍；跟我有仇的，我就得报。我这脾气，在京都混到这地位，凭什么呀？啊，就凭大人智谋深远，远非常人所能及。跟这关系不大。那就是大人，文采惊世骇俗，那更扯远了。哎呦，大人，属下还真就不知道了。因为我有人罩着。我这脾气，要是没有长辈们罩着，在京都活不过3天，对吗？做好人守底线，最好先有个靠山。邓子月，你有吗？属下没有。现在你有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靠山。你可以试着找一找曾经的那个自己，试着把底线往上再提一提，别怕闯祸，我跟你斗着。我知道你现在不能全信我，不急，咱们看人不看他说什么，看他怎么做。走吧，先办事。大人，办什么事？替我写个折子，自辩者以一处的名义送上去。大人，我写不合适吧？我字不好。是。不用研墨，直接写。啊，大人，这一点残墨只够写几个字的呀？够。
范闲的自辩者入宫了。是。看来是撑不住了。其实已经晚了。此刻督察院那帮御史群情激愤，这自辩者写的妙笔生花也不一定能够收场。没有妙笔生花，一共才8个字。哪8个字？嗯。范闲自辩者，奸臣当道，何罪之有？奸臣当道，何罪之有？这庆国立国以来，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自辩者。不光是庆国，有史以来这也是独一份了。我本以为淫淫狂吠把御史们得罪到头，是我错了。这折子呀，先对质吧。明日上朝，范闲和御史们殿前对质，旨意已经传下来。精彩！明日这热闹一定要亲自瞧。说起来，范闲入京都以来还从未上过大典，明天这是头一遭。头一遭就是决战，未来可期呀。说不定就被御史给斗倒了，难说。反正咱们安心观战，看个热闹。那是自然。毕安，在。抱月楼的卷宗准备好，明日我带上殿。殿下这是要帮着督察院裁死范闲？有备无患。这嫂子时间不短了。他是在平复心情。明天范闲好歹第1天上朝，真要闹得不可开交，老爷您照看着点。我管的是户部，他与督察院的纠葛，我不好介入。管他什么部呢？你们都姓范，督察院那么多人，范闲就一个，这怎么斗呀？你不明白，明天上殿我不好开口，不然的话，反而对他不利。司职能不能回来，全靠他了。他可千万不能出事。放心吧，若真有生死之危，拼了这条老命也得护住他。你对范闲是真好，对死者也一样。那对自己的老命也好点呗。我要是一直看不见你，你就一直站在上面。怎么不让下人入手？自己有手有脚，不麻烦别人。院长让我转告，你让严冰云查的结果已经到了院长手上，请小范大人明日安心上殿。替我谢谢小爷。小范大人，请问武主武大人回京了吗？这也是院长让你问的。我自己想问。我不知道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怎么在这儿站着呀？等你啊！
专门来看我笑话。你何必呢？没懂。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跟御史为敌吗？这些文人言客，你跟他们比，赢了没好处，输了万劫不复。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呢？没准过一会儿我们就化敌为友了呢。那我就把脑袋拿下来给你当球体。太子不必如此客气。总之一会儿多加小心，实在不行先退一步，我帮你求情。那倒不必，不过我确实有一事相求。说说。太子殿下也知道，今日是我首次上朝，对于这些什么礼仪啊、规矩啊，完全不懂，得找个人教教。哎，辛大人，正找您呢，是吗？哦，辛大人，此事必须得再跟您说说。贤兄，哎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，太子殿下，范大人，哎呀，你说我刚才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就没瞧见二位呢？你陪范闲入殿。礼仪上有什么不懂的，多指点。啊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。那好自为之。辛大人，范大人，怎么不找我喝酒啊？哎呀，公事繁忙啊。哦，辛大人辛苦。哎，要是实在太累了呀，可以告病休假几天嘛。哎，有道理。就是说的太晚了，殿下都走了。那几个人怎么一直盯着咱们这边啊？那几位啊，就是督察院御史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那他们怎么一直瞪着你啊？你跟他们有仇？哎，这还俩这。范大人，问您说实话，现如今谁跟您站一块儿，谁跟他们那几位有仇，谁跟他们不共戴天？辛大人放心，一会儿到了殿上啊，您安心看戏就行，千万不要随口说话啊，克制，克制，再克制。我尽力啊。这个，范大人，我多句嘴啊。这个督察院御史啊，憋了这些天的怒气呀，要放大？什么？没事，你继续。啊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呀。所以呀，您啊得小心应对。巧了，什么？我也没打算善罢甘休啊。辛大人，你说，今天来这儿的有多少人是准备看热闹的？恐怕都是。那要是看热闹的人自己成了热闹呢？走吧，上殿。范大人，您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走啊，各位同僚，走好。范大人，陛下还没到呢。哎，您看没？你看这一片没？都是文官站的地方。哎，待会儿啊，您呢就站那儿去，站那儿。哎，我呢站那儿。你先过去啊。这不还没来呢吗？等会儿。